近期咧東張西望咧就有一個保險嘅 case。我諗咧東張西望其實好耐都已經冇講保險嘅 case 㗎啦。我就諗住可能即係都係我哋行內裏邊做得有進步啦嚇。不過咧今次咧就又隔咗好似都成年幾兩年都冇聽過保險嘅投訴啦。今次呢個案主咧就係一個女士啦。佢爸爸咧就幫佢買咗一個儲蓄保單，買咗3年之後咧，佢爸爸咧就行開咗啦。爸爸咧就係保單嘅持有人，而佢自己咧就係受保人。當爸爸死亡之後咧，個女女咧就有聯絡過個保險顧問查詢，需唔需要去有啲保單要跟進咧？因為我爹哋都行開咗啦。保險顧問就話唔需要，叫佢繼續幫個保單就 OK 㗎啦。係咪真係咁咧？於是亦都去咗依間保險公司嘅客戶服務部度查詢。咁但係客戶服務部咧就話俾佢聽，一定要做遺產承辦先至可以繼續跟進到張保單。客戶就有少少亂啦嚇，覺得點解客戶服務部同個保險顧問講嘅答案係兩個答案嚟咧嚇？於是咧佢哋就再約埋東張西望嚇，跟住咧就上去依間公司嚇，跟住咧就去處理呢件事情。今次呢個案例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普遍嘅案例。普遍嘅意思咧就係父母幫仔女買保單，不論個仔女係細過18歲，定係個仔女已經係超過18歲，其實都好多人客咧會咁做嘅嚇。而家啲人客通常佢哋可能50零60歲咧，呢一班人客咧，佢哋都經歷咗過去呢20幾30年啦，香港經濟起飛啦，某程度上佢哋咧到經濟條件咧都算係個資產變大咗，甚至乎都係儲到啲錢啦，或者佢哋又接近退休，有可能有筆退休金啦嚇。咁佢哋咧都係好照顧佢哋自己嘅父母，可能係90幾歲，同時間佢哋亦都好 take care 佢哋嘅下一代嚇。咁好多呢啲客人咧都會用自己做保單持有人，跟住咧就用個仔女做投保人。所謂保單投保人咧，就係即係以仔女嗰個健康係嘛，佢個生命係啦，就去買嗰份保單，用佢個歲數係啦去計嗰個保單個回報。呢一個爸爸佢作為父母，佢係做保單持有人。保單持有人嘅意思咧就係喺呢張保單所有嘅錢銀攞出嚟用，或者要借貸，或者將來點樣運作中間嗰個錢銀嘅咧，都係由呢一個保單持有人話事嘅。我哋作為父母啦，幫仔女去買啲保單啦，其實就唔單止淨係買儲蓄保單嘅，有機會我哋都會買啲人壽保單啦、醫療保單啦、危疾保單啦再加啲儲錢啦唔同類型都有嘅。不過咧，到小朋友18歲嘅時候咧，因為唔同類型嘅保單咧，都會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嚇。咁我諗有一啲買過保單嘅父母咧，佢會知有一啲保單咧就會自動喺18歲咧個持有人咧就自動轉咗俾個小朋友嘅。但係有一啲保單咧又唔會轉嘅喎，繼續咧係個父母持有嘅。OK 咁因為唔同時代、唔同類型嘅保單咧都有唔同嘅做法，所以譬如好似我自己啲小朋友咁啦，可能我又有幫佢買醫療人壽有啲係儲錢有少少，有啲係基金咁真係咧去到佢哋18歲嘅時候咧，有一啲譬如好似基金嘅人壽單又會轉咗俾仔仔做咗持有人嘅嚇。咁但係你話傳統嗰啲醫療嗰啲咧，又繼續係都係我做持有人繼續跟翻嘅嚇。咁唔同保險公司唔同類型嘅保單咧，都會有唔同嘅做法。喺18歲嘅時候咧，去轉唔轉嘅持有人俾嗰個小朋友咧，都係一個 good timing 去讓個客人覺得阿仔大啦，或者阿女大啦。係咪有啲嘢可以俾佢分擔下咧嚇？即係等佢知，喂，
爹哋媽咪一路有幫你俾咗錢，俾咗幾多年，做緊啲咁嘅事情咧嚇。我近排都有個客人都係啦，個仔仔18歲，佢現有即係醫療話人壽危疾嗰啲都買開㗎啦，嗰啲癌症保險都買開，而其中咧有一份保單咧，咁咧就跳咗轉咗仔仔去持有人。咁我就問個媽媽，我話咁你需唔需要轉翻俾你自己做持有人啦，都可以嘅嚇，定係就咁俾個仔去處理下其中一張保單咧咁。咁個媽媽就話係咯，等佢慢慢試下啦。既然公司電腦都自動轉咗俾佢做持有人啦，就由得佢起碼用下你手機程式嚇，去了解下保單係啲咩嚟啦嚇。咁同時間咧，佢亦都幫佢個仔仔咧開咗一啲基金嘅儲錢單嚇，譬如供款10年啊咁啊，佢話我仔仔而家都有做 part time 㗎，都想俾個責任佢少少地叫佢每個月咁樣儲下錢咯咁樣。唔同時候咧，客人咧都會有唔同嘅想法啦，係因為家庭嗰個屋企人個背景啊，或者大家嗰個責任啊都唔同咗。東張西望呢個 case 咧，個女女已經係超過18歲㗎啦。正常嚟講，一個保單持有人，佢真係無論突然間意外又好，病行開都好，咁佢一行開咗咧，我哋就要需要知道究竟佢有冇立平安紙，係啦，即係遺囑。無論佢有立同埋冇立都好啦，要去遺產承辦度去處理啦，只不過個時間又快又慢啦，大部分香港即係如果你話小康之家咧，就未必咁早去設定一啲平安紙，所以大部分咧都係冇立遺囑嘅。咁喺冇立遺囑，好似今次東張西望呢一個 case 咧，個屋企人咧就需要去遺產承辦處嗰度去做遺產承辦。咁另一半嘅配偶仲喺度咧，咁如果配偶喺度就係做遺產承辦啦，跟住咧就去處理佢名下銀行啊、樓啊、或者車啊各樣那樣嘅資產嚇。如果你又冇乜特別爭拗啦嚇，有陣時我哋普通家庭我試過人客都搞9個月至10個月嘅嚇，冇寫平安紙嚇。就算係小康之家，但係如果家庭比較複雜嘅，可能大家感情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有爭議。一有爭議咧，就變咗究竟點分配咧喺遺產嗰度，咁嗰度就要一段時間先可以處理得到啦。本公司裏邊咧就會等遺產承辦判咗究竟邊一個係接管呢個保單。咁嗰個時候先至會成為新嘅保單持有人。當然個保單就要繼續供款、繼續生效啦。因為好似呢一個 case 個保單只係買咗幾年即係如果個人客咧咁快停保咧，有機會可能都係有損失啦，未攞翻個本金啦嚇。當屋企家庭成員健康出問題或者有人離世咧，事實上我諗都需要揾個保險顧問啦去了解清楚究竟嗰啲單供完未啊？未供完嘢點處理啊？點樣保持住嗰張單啊？而令到所有手續辦妥之後咧，就嗰張保單可以好 smooth 咁樣繼續高岸啊咁樣。我都會同啲人客講咧，建議佢哋盡量做平安紙啦。咁好多時客人都會覺得，我哋啲普通家庭又冇咩資產，有乜必要做平安紙咧？盡量避免屋企人又唔開心啦，係啦，令到想一家人和諧啲嘅，我話有好多嘢交代清楚咧，都係好啲嘅安排嚟嘅嚇。持有人係管控呢張保單嘅錢銀嘅攞出攞入噶嘛，因為譬如通常啲父母咧可能幫小朋友買。咁啲父母可能30零40歲又未必咁快行開，咁就未必會遇到咁嘅事情咯。但係今次嘅 case 咧，就可能個爸爸嘅年紀大啲，同埋有啲突發嘅病，女女都超過18歲啦，嗰個爹哋都起碼可能50歲啦，有機會行開都唔出奇嘅。咁當然有好多條件因素，而令到個持有人諗點解要交俾個仔女啦嚇。因為佢一日持有咧，儲蓄單入邊所有嘅儲蓄回報仍然係個持有人揸手咁變咗有陣時有啲父母就覺得自己可能都要退休，始終自己係持有人。如果萬一自己冇錢，自己仍然可以攞到戶口入邊嘅錢啊嘛。咁你除非嗰個父母佢自己真係
家庭環境好好，經濟完全唔擔心，咁佢覺得都唔 care 戶口入邊嘅錢啦，佢轉翻俾超過18歲嘅仔女咧，咁就先至會有咁嘅機會率咯，我覺得嚇。不過大家咧就唔需要擔心啦嚇，即係客戶服務部咧一定就唔會答錯嘅。好多時你話如果有屋企人行開咧，我啲客人都會即係通知我啦，同埋通常我都會同佢哋一齊去客戶服務部咧，將啲死亡證啊，或者嗰啲剪咗角落頭嗰啲身份證啊，通知公司啊，同佢哋搞賠償又好，你話轉持有人都好，咁上去客戶服務部咧就大家清楚咯嚇。如果大家咧對於保單持有人同埋保單投保人仍然有唔清晰嘅話咧，咁可以喺留言或者再電郵向我哋查詢啦。我係 Miss Chow， 過去呢幾年咧製作超過365條保險知識短片，只要你肯學咧，每日咧都可以學到一個保險知識嚇，讓你自己都可以做自己嘅理財策劃師。嚟緊咧，我哋都會有一個新嘅 WhatsApp 群組啦，就可以定時發布一啲保險嘅知識啦嚇。咁我哋個團隊咧都希望可以俾到客人咧除咗保險知識以外咧希望佢哋生活得覺得更加開心同埋安心。如果你都認同我哋呢一個人生使命嘅話咧，歡迎你加入我哋個 WhatsApp 群組啊！